好啦，繼續翻第18課啦，咁樣嗱18課講翻開始嗰個標題先啦，就係鹽和中和作用。咁其實你做完個實驗之後都領略到啲乜嘢咧？其實我哋要做嘅鹽咧，就係通常來自邊度咧？就用一個叫中和作用嘅方法。總之好簡單啦，叫酸加鹼生成鹽和水。我哋整到嘅鹽咧，就係我哋嘅產物啦，咁樣。咁你話仲有個水咁點算啊？咁樣好簡單地啦，點啊？將啲水點啊？蒸發咗佢咯，加熱蒸發咗之後啦，咁啲水冇咗咧，就留低啲固體嘅鹽啦。咁你下一步會諗啦，做乜要整咁多鹽嘅？食咯。係啦，除咗食之外，啲咩用咧？除咗你話進食用途之外，即係可能調味料之外咧，其實鹽喺呢個化學界嚟講都比較闊㗎，唔係淨係指你哋炒餸啊加啲鹽咧鹹啲啊，或者自己嗰啲蛋唔夠鹹加鹹啲進食嘅意思係咩意思啊？即係可能工業上嘅用途啦，譬如你整玻璃都要用啲物質啦，好似碳酸鈣啦。咁另外啦，有啲鹽咧可能作為一啲咩啊？即係你種植嘅時候啊，可能啲土壤太過酸啊，或者太過鹼嘅時候，你要攞一啲物質令到佢咩啊？冇咁酸冇咁鹼，咪適合種植咯。咁留意一樣嘢喎，天然冇咁多啊嘛，咁所以我哋咪要靠製造咯。所以其實製造鹽呢一個部分咧喺化學界都重要嘅，即係工業上嚟講。即係譬如好似講呢個美奶啦，美奶其實係乜嘢嚟咧？佢magnesium hydroxide MgOH。美奶攞嚟做啲咩㗎？呢嚿嘢？就係當你胃酸過多嘅時候攞嚟飲嘅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嚟講，又諗啲方法喎，點做嗰啲氫氧化鎂咧？咁亦都係工業上要有嘅。咁你知啦，大家現代人生活緊張，成日都會胃痛啊、胃酸過多啊嘛。咁你做藥都攞嚟，咁就要咁樣做，所以做好多鹽真係。有奶味嘅嗎？咩啊？有奶味。唔好飲喎，你就知道。白色嘅叫奶。點解啲牛？點解啲牛會貼你一啲貼塊嘅？唔知喎。佢啲話貼塊上面有啲鹽分，但係點產生？嚟翻呢度唔知。哇！而真。好，嚟翻呢度中和作用啦。好嗱，睇睇啊，中和作用係講關於啲乜嘢咧？就酸和鹽基的反應啦。記唔記得咩叫鹽基？啱啱講過啦。因為唔係所有鹼都溶喺水噶嘛，有啲鹼唔溶喺水，有啲鹼溶喺水，所以我哋成嚿嘢啦就叫鹽基啦，就鹽基嗱，例如擴闊咗一啲嘢，即係比中意嘅諗法。咁啊，成個過程咧就叫中和作用，中和作用。咁留意啊，中和反應裏邊咧生成物只有鹽和水啊，只有鹽和水。咁佢就話啦，留意下有個叫碳酸鈉嗱，碳酸鈉就係鹽啦，但唔係鹽基。咁啊，乳酸反應時咧就不但生成水同埋另一種鹽，就二氧化碳啊。留意翻呢個定義啊，所以碳酸鈉嗰度咧就唔係中和作用啦，因為佢呢個物質唔係鹽基啊，呢個特別注意嘅。好咁啊，中和作用係點樣咧？咁啊，最基本啦就係講氫嘅氫氯酸，即係 HCl， 再加啦氫氧化鈉 NaOH， 咁呢個最基本嘅中和作用啦。咁由呢個中熱喺度而家都有㗎啦。咁啊，兩個加埋之後啦，原本氫氯酸嘅 pH 值係幾多㗎？大概1度啦，係咪先？有啊，都有1㗎都，即係大概1啦。NaOH 大概幾多啊？可能13、14度啦，差唔多啦。咁兩個一個酸一個鹼撈埋之後咧，點為之中和咧？即係令到 pH 值去到幾多咧？就去到7，即係去到中性啦，達到中性。咁你從嗰個化學式都見得到係啲乜嘢咧？咁樣嗱，點解會有酸咧？因為有個氫離子啊嘛，得唔得？咁點解會有鹼咧？因為佢有氫氧離子啊嘛，溶喺水。咁如果當嗰個幾時為之中性，記唔記得？係氫離子同氫氧離子嗰個濃度係點啊？一樣。相等嘅時候啦。咁你望一望呢個生成物啦，個生成物就冇多餘嘅氫離子同埋氫氧離子咧，就冇啦，得唔得？咁啊叫達至咗中性啦，得唔得？達至中性。咁我用呢個化學方程式嚟寫啦，就得翻鹽和水，鹽和水咁樣。咁啊，如果你寫離子方程咧，就最簡單添。如果你仲記得離子方程嘅目的，就係顯示喺成個化學反應裏邊咧，真係會做化學反應嘅物質嘅離子啦。咁至於一啲叫旁觀離子咧，就已經查走咗啦，得唔得？冇咗旁觀離子嘅，所以佢條化學式咧就好似做數學咁啦，左右兩邊相同嗰啲啊，就可以將佢點咧消去咗。由於 Cl 負同 Na 正喺反應前同反應後都冇變化嘅，冇變化，所以離子方程裏邊咧，我哋就可以唔使寫，就唔使寫啦，就消去咗啦。
咁啊簡單啲一睇就知咧，原來佢係將氫離子同氫陽離子進行化學反應，生成咗水，得唔得？咁佢話啦，所有啲強酸同強鹼嘅中和反應咧，均可用同一離子方程去表達。即係咩意思咧？譬如我想問啦，我而家係用第二個嘅化學反應去寫簡單啲先。咁如果我寫硝酸加邊隻鹼好咧？都係加 KOH 啦。咁我想問啦，呢個化學反應如果要你配平點寫啊？HNO3 加 KOH 生成什麼？KNO3 加 H2O 嘅，得唔得？呢個大家要知㗎。咁然後留意啊，呢個係屬於水溶液、水溶液同埋水。好，如果當佢變做離子方程嘅時候，就諗啦，諗乜嘢咧？硝酸嘅氫離子、硝酸根離子，即係假設我分開佢嚟寫啦。等你清晰了解到個分別啊！咁就會問一條問題啊，問乜嘢咧？反應前同反應後有邊啲離子冇反應過？H 離子、氫離子同埋 NO3 硝酸根離子前後冇變嘅，得唔得？所以呢個叫咩離子啊？旁觀。旁觀離子唔使寫，即係如果變離子方程嘅時候，好，另外仲有邊個啊？鉀離子反應前反應後都冇變，咁即係話如果係一個強酸加強鹼寫離子方程嘅時候，係咪都係同呢一個氫氯酸同氫氧化鈉相同？即係都係寫 H 正加 OH 負生成 H2O 啊？得唔得？得唔得？你要知道喎。咁所以嚟講啦，佢話即係如果你寫啲強酸強鹼，人哋叫你寫離子方程咧就好簡單，就用呢一個表達晒啦。H 正加 OH 負生成 H2O 就係咁樣嘅，得唔得？咁樣記住啦，咁樣。咁因為點解啊？因為成個化學反應只係話氫離子同氫氧離子，亦都只有生成水嘅。咁呢個就要知道啦，呢個課文重點。好嗱，後邊啦就開始講其他嘅物質，係咪？其他物質應該而家時間都不足嘅，變咗開咗少少頭先啦咁樣。咁聽日嘅就會再繼續講埋後邊嗰堆嘢啦。好，今日咁多，恭喜啦！